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、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天早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飘的气头风，备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腰的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赶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天天来做肌力运动咯。好，上下来看下来做运动咯，手拿的2罐水，来，老师就侧身示范，树劈踏吃，好，加的，慢慢的向后摆，弯起来，抬起来，慢慢的向后摆，4、膝盖可以微弯，保持不会那种大车，6、7、8、9、10，有点不会那种大车，肚子用力哦，不要弯腰驼背。好，披杂通走，竖大吃，我们掌心朝上，慢慢的数弯起来，不用下来，慢慢的弯起来，不用下来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披杂通走，用的树劈大吃，慢慢的手肘与肩平行，我们交叉往上推，来右边的树，用蛋糕放回来，2换左边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走一边，1、2，慢慢的走，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找好来，接下来3个动作要一起做咯。好，踢爪通走，挥脑大车，肩膀夹起来，速向后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你爪通走，速大吃，慢慢的玩起来，不用下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踢3爪通走，速大吃，慢慢的不用下来。来，右片手，大吃，不用下来。换左片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一遍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以下注意踢爪通走，记得不要驼背，胸挺出来，手臂打直，慢慢的向后往后摆。踢3组开始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你爪通走，踢爪通走，速大吃，慢慢的玩起来，不用下来。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我们做20下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来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3爪通走，大家做动好，继续哦。好，来速大吃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右边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来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如果觉得不会酸的话，踢西爪通走，来速大吃，慢慢的画圆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比较酸哦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走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以下最后来做2组咯，加踢西爪的通走，以下会开始咯。好，来，挥脑大吃，屁股向后微弯一点，速大吃，慢慢的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你爪通走，我们要做20遍哦。以后开始咯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数大次，好，U 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踢西爪通走，数大次，慢慢的画圆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手的动作比较简单，我们做最后一组，那每一个动作做5下就好。来，1号开始咯。好，来，第一掌通走，数行的向后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停下来，我们保持肩胛骨夹背，停留5秒，5、4、3、2、1 ，OK。好，来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5下就好了。1，不用好了，2、3、4、5，速动酸哦。好，来速大车，踢3下通走，慢慢的打开，U 片开始，1、2，做西多，3、4、5、6，慢慢打开来，7、8、9、10，最后一掌通走，来数大吃，慢慢的画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，老师的手很酸哦，今天的运动就到以下，下来了哦，拜拜。